2013年5月20號一週投資攻略。睇翻近呢個零禮拜咧，整體外邊嘅市場嘅反應咧，都仍然係對於美國咧係相對有利嘅。喺資金流上邊咧，我哋見得到繼續咧都係喺美股方面咧係做個新高，而事實上咧美國嘅經濟數據咧都係相對配合。撇除咗係喺上個禮拜中嘅一啲數據咧係略為差過市場預期之外咧，其實之後喺禮拜五咧係仍然係我哋見得到咧嗰個數據係唔錯嘅。咁要留心咧，當大家都見得到喺一個相對避險嗰個情緒係比較低，而呢個美股嘅氣氛上面繼續好嘅情況之下咧，要小心嘅地方咧就係其他嘅資產咧並冇相應地咧有一個即係聯動嘅。喺嗰個風險資產上邊，我哋見得到啦。普遍嘅商品貨幣啊，以至係大宗商品嘅價格咧，始終都係走低嘅。咁呢個咧係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因為以往我哋見得到咧，通常即係呢個美股或者係其他嘅風險資產咧，應該都係同步嘅。尤其是如果係純粹從一個避險嘅角度嚟睇，基本上咧呢一紮嘅風險資產咧都係同步或者起碼咧個方向係一致。咁但係好明顯咧，而家咧，如果我哋睇翻美股繼續向上，美元繼續走強，但係其他嘅風險資產係走低咧，咁就證明咧而家成個大嘅環境咧，同嗰個避險嘅情緒咧，就唔可以係作為同一個解釋。咁亦即係話咧，避險情緒嘅轉變咧，就係唔係而家主導成個市況嘅一個主要原因嚟嘅。好啦，咁我哋睇翻咧，而家美國咧好明顯咧，由今年第一季開始好明顯嘅。資金流咧係當相對市場個氣氛係差啲嘅時候咧，就流入美債；到市況氣氛較好嘅時候咧，其實係就出翻嚟就流翻去美股。咁所以大致上咧，仍然係美元資產咧係即係睇高一線嘅。咁我相信呢個情況咧係未有改變，因為點解咧？最主要就係大嘅貨幣政策咧，成個金融嘅環境咧係未有改變。我哋睇到美國聯儲局咧，佢嗰個退市嘅預期咧，慢慢滲透出嚟，咁但係咧實際行動上面咧，仍然係維持緊而家個量寬嘅規模。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市場嘅共識。雖然佢聯儲局咧係之前講可加可減啦，咁但係我相信佢量寬嘅規模咧，最適宜嘅一個水平咧，就應該係喺唔加亦都唔減，冇任何改變嘅一個水平嘅。因為咁樣咧係可以最有效調節得到投資者咧嗰個期望管理嗰方面嘅。咁我相信暫時嚟講咧，投資者咧都會係明白咧聯儲局嘅用意。咁反而咧係其他嘅地方，包括歐洲以至亞洲其他新興市場咧，都係相繼有減息啦，要以喺嗰個匯率嗰方面咧係要做一定嘅功夫，甚至係咧係要考慮到佢哋個本身嘅出口嘅問題等等。咁我相信呢啲普遍嘅地方有個減息咧，貨幣繼續係有一個相對寬鬆嘅一個環境咧，係會令到相比之下咧，美元係走強，但係資金上邊咧亦都係繼續向美國嘅一啲資產去流入去嘅。咁當然啦，我哋唔能夠忽視咧，就係日本嗰個即係安倍嗰方面咧，個領導人咧係繼續係希望呢個量化寬鬆，亦都係相當大嘅量化寬鬆嘅力度咧，咁令到咧日元咧係相比之下咧係即係貶值嗰個情況係繼續係明顯。咁呢一樣亦都係推升咗咧美元嗰個走勢。咁觀乎呢一個咁嘅大環境咧，我哋可以總結得到咧，就係普遍嘅風險資產。包括係金啦，或者油啦，以至係大宗商品影響底下嘅一啲商品貨幣，例如澳紐加元啦，甚至係歐元啦。相比之下咧，對於美元嚟講咧，普遍呢啲咧都係有個貶值嘅壓力㗎，或者咧係一個持續向下啦。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喺呢個資金部署或者係資產配置嗰方面咧，要小心咧，就係唔好純粹係因為咧嗰個價格咧已經係跌咗咧，而覺得係相對抵買，反而個趨勢形成咗之後咧，我相信中期咧繼續會維持。咁當然，譬如我哋睇翻金咧係一個最好嘅一個預測嘅工具。
因為金本身咧就冇所謂業績，亦都冇乜實質嘅太大嘅需求喺度嘅。咁相比之下咧，即使中國同印度嗰個實際嘅用家係有一個相當嘅水平都好啦。咁但係其實金咧個價錢咧，始終最主要係反映個投資嘅需求同埋係憧憬或者對沖咧聯儲局嘅一啲行動。咁我相信咧金價咧繼續係向下咧試之前嘅低位啦，譬如去翻1320啊，甚至再低啲穿整數位1300蚊，我覺得咧機會係相當大。咁有可能喺短線嚟講咧去埋1250嘅。咁但係要小心咧，由於今年聯儲局嗰個動作上邊咧，似乎都係透過言論咧，希望影響大家做一個期望管理嘅功夫啦。咁所以呢啲咁嘅預期咧，係會令到投資者咧係會相對嚟講，中線繼續減持黃金嘅好倉。咁但係短線咧，亦都會係有一批實金嘅用家咧喺低位度咧買翻。咁同埋咧，亦都係如果用一個純粹技術嘅走勢嚟講咧，有可能咧會有一個劫淡倉、劫空倉嘅一啲情況。咁所以我相信未來一段日子咧，金價咧嗰個波動性咧係會擴大。咁換言之咧，有可能先向下跌穿1300，甚至去到1250之後咧，又翻轉頭。咁譬如係上翻去1300、1400，甚至係更加高咧，去到1500，令到投資者咧以為成個嘅氣氛上邊咧重新係做翻好咧，先至係有再進一步嘅一個下跌嘅行情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投資者要小心風險管理嘅一個原因嚟嘅。咁至於其他嘅商品咧，譬如好似油嗰方面咧，雖然實體經濟咧係慢慢改善，咁但係改善嘅幅度咧未必係想像中咁大啦。咁所以我相信對於油價嚟講呢個刺激嘅作用咧未必係咁高。咁至於澳紐加元呢啲同實體經濟或者甚至係最主要同中國咧嗰個龐大嘅需求有關嘅咧，基本上咧都會受到內地而家暫時咧都係喺嗰個整體嘅銀根上面咧係收得比較緊。而喺嗰個大嘅環境上面咧，係仍然係比較嚴厲少少咧，係會有關。咁我哋見得到咧，澳紐加元咧短期嚟講應該咧都係偏弱咧嘅機會比較大啲。咁除咗頭先提過即係金價啦，或者係油價啦，以至係匯價之外咧，值得留意咧，股市除咗係美股係會繼續好之外咧，我相信港股咧都係會有一個好嘅一個勢頭嘅。由4月中開始到而家咧。我哋見得到咧，頭3個禮拜咧，4月中開始頭3個禮拜咧，都係一個向上嘅勢頭。咁最主要當時2、3月份跌得緊要啦，咁然之後港股咧開始喺低位有一定嘅即係回升嘅一個力量喺度。咁劫淡倉或者劫空倉咧個力量咧喺唔同嘅板塊、唔同嘅股份咧開始慢慢見得到。咁資金輪流炒作，最終出嚟嘅一個賺錢經驗咧係有感染力嘅。而我哋見得到咧喺由4月中開始數第4個禮拜，即係啱啱對上呢個禮拜咧，港股咧係曾經係4連陰。